Charlie Munger 話：聰明人一發現好機會就會狠狠咁落重注，但喺其他時間就會按兵不動，唔會亂咁出手。人生入邊真正高質嘅投資機會其實真係好少。Munger 覺得咧，你只要把握到大概20次關鍵決定，基本上就可以做到財富自由。反而你成日頻繁交易，會稀釋咗回報，仲好可能因為衝動決策而蝕錢添。按兵不動唔係咩都唔做，而係一路累積認知、觀察市場，等到真正嘅機會嚟嗰陣，能夠準確咁判斷佢嘅價值。大多數人失敗就係因為為咗喐而喐，而唔係等到高盛嘅時機先出手。堅持投資紀律，好似估值標準、行業編號，可以幫你過濾噪音。喺市場波動入邊，只有原則先可以避免情緒化操作，確保你落重注嗰刻個決策係穩陣係啱嘅。當一個真係符合你標準嘅機會出現，你就要集中資源，果斷出擊。一猶豫或者分得太散，就會錯過超額回報。呢種果斷正正同之前嘅按兵不動形成好鮮明嘅對比。太多人亂咁投資係唔會成功㗎。你真正需要嘅唔係大量行動，而係大量耐性。你一定要守住原則，等機會嚟到，你就用力捉實佢。